怎么能够去做得上呢？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这个磨练。所以呢，经过种种考验，那在尼泊尔，昨天晚上听我们江铁传师在谈到，他的在世界各国啊看到就是开创道路的这种种种的故事，或许听了很感动。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尼泊尔的部分。当时啊，或许去到尼泊尔才知道当地是内战嘛。然后因为内战，所以发生了很多这些在台湾不可能发生的事，所以人生的很多第一次都在那里发生。有一次，因为我们刚开始租房子，或许租房子，租的房子经常都是他们看到外国人就给了很多麻烦，房东找麻烦，所以一直搬家，到最后呢，就是我们佛堂第一位住进佛堂的人才阿基达就跟后学说哈，点师那时候后学还不是点师，他都说 sister， 你不要出面去租房子，因为每次一租房子就会惹来很多的灾殃，那灾难真的是想象不到所以呢，他就跟后学说，以后租房子我们出来，我们当地人出面去租就好了。然后刚开始因为有一个道亲是阿基达的亲戚。他就很诚心，他就跟后学说：“这样子，这个房子哈，我们搬家，因为房东老是找麻烦嘛。那这次搬家你不要出面，我出面。他叫 Rogers， 只有这个 Rogers 他就说我出面，那你怎么样呢？你先等我搬房子搬好了以后，你再过来。然后他还讲了，这个 Rogers 还说，他说。”我会出钱，你不要出钱。他说以前啊，你租房子都是你出钱，你太辛苦了。现在应该由本地人来承担。我听一听也觉得好感动哦，终于有本地人可以承担出房租了。那我就很信任他，好的。那我跟阿基娜就慢一点去，就让他去租房子。结果他租了一栋房子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个感觉哈，不是我们正和书院，我们这个佛堂，它没那么大。或许的意思说，那种感觉很漂亮，像好像住进皇宫。跟他说，我好像住进皇宫嘞，我住不习惯嘞。他跟我说，你放心啦。他说，我们在这里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，算是我们本地人的心意。或许看到他那么有心，就接受了。既然他已经租了嘛，而且他那个房租一个月那时候了。台币差不多将近2万块。我说你租那么贵的房子，销售不起。但是他一直在说你放心，我们在这里要办到，需要这么大的地方，反正他会承担。结果我就住进来了。结果住进来哈，糟糕了。每次他就跟我讲，我现在没钱了，你的钱先借我。他就常常跟我借钱，后来我发现我带来的钱都不够他借，他说他要先付一下房租，哇，那到最后呢，住没多久，他跑掉了，他人不见了，原来他房租都没有缴，然后我又回国，等到我回国的时候，阿基娜哭了，他跟我说 ，sister， 那个屋主说房租没有缴，那。他叫我们搬家，但是搬家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房租都缴完。说糟糕了，他拿那么多钱去，从头到尾都没有缴房租哦，我的钱都被他拿光了。后来，因为我人在台湾，那不知道状况，到最后才知道，那个屋主很生气，所以他来要打阿基达，阿基达跪下来跟他们求饶。还跟他们讲，对不起，这个不是我们那个台湾 sister 的问题，是他的钱有给了，房租有给，但是被别人拿走了。解释了老半天，人家听不懂啊。到最后就是半夜里面基本上在半夜偷偷的把汤匙、把碗一块一块拿出来，然后呢，在等候学把钱汇过来以后，房租缴了。然后才可以搬家。他要缴房租之前，对方还不愿意放过我们，然后阿基娜还跪着跟他拜托求饶，就这样子，到最后我们才顺利又搬家了。所以已经搬过很多次家了，之前搬家都是后学一个人，但
是后来就是有本地人以后，才有本地人，就是有阿基达开始。啊，后来这个我们搬了新家，我们又开始重新开始了，重新开始，每天早上我们就出去上早课。刚刚说的这个 Rogers， 他有一些，他曾经度了很多人，换成他度的人经常回来佛堂，而 Rogers 也又回来了。然后学说你上次跑掉了，现在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再骗我。结果他说我不骗你，我不骗你。那之前是因为我没钱，一时接济不上，然后到最后呢，这个 Rogers 就说他要限地。先出一块地，然后他说他的地要给我们盖学校，给我们盖医院。那时候后学又听到以后，又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福气嘞？我们才刚就是怎么有这么好的人，他要限地好，他点是慈悲哈。后来点是到的时候就跟点是报告，就说去动土。所以我们曾经在一个就是在尼泊尔动土过一次，就是他们限地的地方。后来后学想一想，你限地不行嘞，你应该要先把名字，你那块地捐出来，然后给佛堂。然后他不要，他那个 Rogers 跟他亲戚就跟后学讲，亲人他们就说不行，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捐给佛堂的话，现在暂时佛堂没有基金会，那变成要给私人的，那私人的。我也是私人，他也是私人，那我用到他私人的名字，那这样不是就给别人霸占的机会吗？所以暂时